就香，金酒飞歌飘声凉。惠州飘城诗饼，这里有美景尽收眼底，这里有美酒等你来喝，这里有美丽的苗家姑娘，一起来游方。大家好，我叫杨胜雪，来自诗饼县马号乡老县村的一个苗家姑娘，现就读于阿幼朵艺术学院，现在正在参加2023中国诗饼独木龙舟节龙舟女神的选拔大赛。我的参赛宣言是展现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为我点赞哦。苗族文化丰富多彩，我们信奉万物有灵，将自然万物和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绣在苗族服饰当中，可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。端午节，中国传统节日之一，为纪念屈原的爱国精神，现在人们为了有更好的生活态度，逐渐发展为弘扬爱国精神、同舟共济、团结友爱的精神，是人们对爱国、团结、美好的安康生活的寄语。诗饼欢迎你们，我在诗饼等你。